雅慧平安。牧师平安，我还不太会用我的手机，所以我会搞得乱七八糟的，不好意思。哦，没关系。到，我这边找老半天怎么用？哦，哎，好，所以你现在会用了嘛？哈、我现在是会用，我刚才就是要开声音，可是我开的声音怎么又跑掉了，就没有。后来我又去跑到别的地方去用一下，我又怕用了以后又不见了。哦哦。有两个嗯，公哦，哦啊。有两个王雅慧，真的，对，因为我就跑出去，因为我进不来，然后我又重新再压一次啊。哦，OK。我跟哦，好在还进得来了，我怕又压一压又跑不见了。好，嗯嗯嗯。如果跑不见，你再重新去赖群组里面再加进来就可以了。对呀、可能是看来这样子，所以秀琴她说有看到有两个对，我，我看到两个你啊。真的哦，那我等一下到底要怎么出去了？哎，你现在的话就是直接跟他先退出，先再退一然后再个吗？啊，先按打叉退出吗？对对对对。哦，好，我现在用一个好了。退出会议之后，你再去从教会那个查经的群组、灵性成长的群组里面再加进来，这样子。嗯哼，诶，他也还有一个没有退出。雅慧，你有听到吗？雅慧有听到吗有，？OK，好，来，时间已经过了，我们就先来开始，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网络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今天要查考路加福音20章，大概有6个段落、7个段落，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也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查经，也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经文里面得到提醒跟教导。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聚集在一起。也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教会，在下个礼拜就准备要来拆除。一切都在主你的带领之下继续的进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诶，罗干福音20章了哈。咱对6个部分来看了哈。你若去看圣经，有的圣经有写标题哈，伊就足清楚甲你写着这6个段落安尼哈。咱今日努力看看，
至少完成一半啦。那可以的话，希望能够把它完成也有47节好，那第1节到第8节是咧讲到耶稣的权柄这是讲到迄种犹太人就爱，也是讲法利赛人就爱质疑耶稣的权柄这中间嘛讲到洗礼约翰的权柄第9节到19节咧讲到这个主人甲殿龙的代志啦这个咧譬如天国20节到26节咧讲到真出名耶稣咧讲迄句话该撒的归乎该撒上帝归乎上帝这个议题啦过来就是国外的问题你若咧讲到国外，基本上就是撒都该人咧问的啦过来咧讲到圣经咧预表耶稣是对大笔的关系来了后上落尾是耶稣咧谴责这个经学士咱知影经学士就是足捌旧约的经典的人，但是因却是伫这个所在定定咧质疑耶稣好那亲像足毋捌道理安尼啦好，咱就要来开始耶稣的权柄到底对倒来？这对伫这传统的犹太宗教的领袖来讲，因感觉足怀疑啦到底耶稣有啥物权柄会当做这个代志，讲这个话教世人等等的，因感觉讲是啥物人来甲伊授权？这个质疑其实咱若注意去思考，就是亲像咱最近开始咧看这个出埃及记，当摩西咧医好这个希伯来人的性命的时阵。迄个希伯来人甲伊讲迄句话，讲啥物人设立你做阮的判官这个句话就是亲像今仔日这个法利赛人咧质疑耶稣，迄个意思是共款，啥物人授权互你啦啥物人授权互你所以咱知影讲因最主要因是无要顺服耶稣的权柄，所以因就安尼来提出迄个质疑，当然是特别伫耶稣，咱前一摆讲到耶稣洁净这个圣殿了后挑战着犹太宗教领袖的权柄这是真正的问题咱讲的症结啦迄个问题是伫迄个所在，所以因才会来反问耶稣，你到底为什么你有这个权柄安尼所以因为安尼去咱咧讲去达到因的疼的所在啦因就想办法要来甲耶稣来堵灭啦。当然因上会使就是用话来甲耶稣讨讨看伊的讲话会去得罪着迄个罗马政府无这甲后壁咧讲着咧纳税这样代志足有关系啦因着想空想帮要爱互伊来讲话得罪着罗马政府，然后因就会当甲伊送去罗马政府讲伊违背皇帝的命令就是要来治伊来死安尼啦好这个伫这段咧讲的时阵，咱会当看见讲耶稣伫遮足无共款，甲英过咱所知影耶稣通常无用答案来回答问题那伊通常拢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啦但是伫这段呢咱咧讲耶稣所讲的方式有较俏皮啦咱若对第1节到第8节看的时阵，咱就会知影当然耶稣来上重要是要来传福音伫这个第1节到第2节中间传福音这个权柄到底是啥物人予伊的？因为先知有上帝所予伊的这个权柄甲护条这个天使传好消息互各样的人也好，也是迄个启明星去引带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好，拢有上帝的旨意伫因的中间但是伫这个犹太宗教的领袖，因就感觉讲这耶稣是有啥物款的权柄，特别因对伊的出身来讲，
伊只是一个目睭的囝吼，伊是敢有可能会当互阮来接受伊所讲的遮个话，伊搁伫即个入去到伫圣殿的时阵，将遮个担拢甲摒互迄个倒去吼，对因来讲，这是真正是得罪着咱讲当政者啦吼，得罪着当政者，这对遮犹太领袖来讲，因就感觉讲因着爱来甲伊挑战伊的权柄吼，耶稣基督伫遮真甲伊用过的讲话方式无共款，因就来反问因讲，洗礼约翰的权柄对倒位来啦吼？耶稣会安尼问像第32节讲，我嘛要问恁的一个问题啦吼，伊讲洗礼约翰的即个权柄对倒位来？因为洗礼约翰伫约旦河边仔咧共洗礼的时阵，有真济的犹太人嘛去互伊行洗礼。伊才会甲因讲恁遮个独抓的类吼，伊正经遮个，甲因传即个悔改的福音，偏偏是福音对耶稣讲袂使，因毋敢去得罪洗礼约翰，为什么？因为洗礼约翰足受欢迎伫当初时非常受欢迎，真济人伫遐排队要等，互洗礼约翰来甲因行洗礼吼，伫遐伊就来传即个悔改的福音吼。耶稣就甲讲，即个洗礼约翰的权柄对倒位来？你爱先甲我讲啦吼，是对天来的，还是对人来吼？伊即个问题是弹出来了后，遮犹太领袖因就感觉讲，毋知要安怎回答啦吼，因为呢，因安怎讲拢毋对啦吼。若讲对天来的时阵，耶稣就有话来指讲伊是先知啦，但是伊袂当讲对人来，因为即个一般的人民拢接受洗礼约翰是一个先知，所以伊煞毋知影要安怎来回应耶稣所讲的话，即个伫经文内底就讲真清楚啦吼。耶稣来讲，我要问恁一句话啦吼，然后恁甲我讲洗礼约翰的权柄是对天来，还是对人来吼？因为安尼时阵，因就无法度，因就开始伫遐咧议论啦吼。整个咱若注意甲看来时阵，遮个犹太宗教的领袖，因所惊的毋是上帝，因所惊的是人啦吼。为什么呢？因为洗礼约翰，咱拄则讲伊真受欢迎嘛，因遮人毋敢去得罪遮个人民啦吼。所以因是宗教领袖，因毋是信仰的领袖吼。牧师直接特别甲即两个物件分开啦吼。宗教甲信仰其实阁有一个层次会无共款啦吼。宗教基本上是咧讲到一个组织，信仰是一个人甲上帝迄种特别的关系吼。我定定咧提醒咱的兄弟姊妹，就讲莫讲你是基督教的吼，咱毋是信教。咱是伫基督的信仰内底吼，当然咱是有宗派无毋对，咱是伫长老会内底，咱嘛伫教会内底，咱是咧军队耶稣基督的信仰，毋是咧军队像保罗所讲的有保罗派有即个阿波罗派吼，毋是安尼吼，咱拢是伫基督内底吼，所以迄个观念顶悬啦吼，咱是伫信仰内底，所以犹太遮宗教的领袖，因基本上无伫信仰顶悬去做思考，吼，因无伫信仰顶悬做思考的时阵，就真困难用信仰去对话，吼，这是耶稣伫即个所在咧甲因挑战的一个部分，吼。所以，当耶稣用第3节、第4节咧甲因问的时阵，因就伫第5节，咱就看伊讲因伫遐真伫遐为难，伫迄个所在咧议论。伊讲，若是对天，伊就会讲安尼，恁是安怎无信约翰吼？即群宗教领袖嘛，无去对约翰啦吼。但是伊洗礼约翰真受到人民的欢迎。伊讲若对人。伊这众人就会摕石头甲因钉啦吼，因为
这是人真侪人所竞选要去行这个洗礼约翰讲的这个悔改的路，啊，因竟然反对人民嘛，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就感觉足两难啦，吼，啊，当然因是用人做主，毋是用上帝来做因的首要的这个思考。啊，耶稣伫这个所在也表现足，咱台湾话讲记住啦，吼，很调皮啦，吼，伊也讲吼，恁无爱甲我讲，我嘛无爱甲恁讲啦，吼。那用中文来讲较调皮吼，我也不告诉你咧吼，用这个意思，看起来真调皮，但是就是讲耶稣嘛知影讲甲因讲是无效吼，因为因就是故意要找耶稣的空旁，啊，要来甲耶稣来陷害，互伊去到伫这个罗马政府的面头前来受审判，因为因犹太人本身是无法度判人死罪啦吼，因就想要甲伊伫耶稣基督来死的时阵，就是爱互伊安尼有抵犯着罗马政府的罪才会使吼。所以伫即段的中间，咱来爱一寡来思考，就讲咱通常伫人甲人做伙伫教会有教会的体制。伫即摆要选举，伫迄个政治的中间，咱会当看见讲，伫最近伫论这个选举的时阵，有真侪人有迄种本位主义，吼，我会上好，你的拢毋对吼，啊，你的就是拢歹吼，有即种的攻击的手法。啊，毋是干那伫政治、伫宗教顶悬，其实也拢会出现啦吼。所以咱要安怎会通去接纳无同款的意见？伫我今仔日早起甲大家三角分享的即个途径的内底咧讲着讲，咱着爱听对着听意见无共款的人，咱要安怎会当去接受搁较宽的心胸吼？啊，咱无讲主内兄弟姊妹，啊未洗礼嘛是兄弟姊妹，即种较宽阔的想法，咱伫信仰内底，咱必须爱时常去思考反省的，爱接纳别人的意见做法啊，咱无拄拄别人讲的拢一定对，嘛无拄拄咱家己想的嘛拢一定对啦吼。啊，要安怎伫这中间来做一个会晓听人的话啊？较宽的心胸啊，较会晓来自我反省。我想这是透过这段会当互咱来做一寡提醒的吼。啊，犹太人的领袖因就是安尼，因就足坚持家己的想法啦吼，甚至要去害迄个甲因无相同的吼。啊，这事实上嘛毋是干那迄个时代，法利赛人、经学士还是祭司安尼啦吼。伫教会历史伫发展的中间，特别是咱讲中古世纪，咱讲基督教的黑暗时期，迄个时阵，你若去读迄个历史吼，你就会读着讲啥物女巫啦吼，啊啥物背教的啦吼，啊，其实有一寡问题，拢毋是讲介严重的信仰问题，但是就是甲主流的这个宗教领袖无共款，因就甲定做讲，因是有这个是甲邪恶有关系吼。所以伫咱的信仰的团体内底，我想这个嘛是提醒咱啦吼。做伙来听逐个人的无共款的意思，做伙来敲找共一个圣神的感动。我想这较是真正的合意甲同心啦吼。但是伫犹太教这个宗教领袖身上，咱无看见啦吼。这个人因想要来害耶稣基督，已经毋知影家己要爱伫什么货啦吼。因已经毋知影讲因到底是爱掠着是上帝，还是迄个人的关系吼？啊，照今仔日的经文来看，因惊人比惊上帝较大咧吼，较严重。所以因已经失去因的方向，因毋知影家己应该看重什么物件啦。啊，其实讲到尾啊吼，因是干那看重家己，看重家己的权柄，看重家己的地位。当耶稣更较受欢迎的时阵，因就目孔赤吼，等等这的代志。所以咱
共款嘛是倒转来伫即个所在咧反省讲，到底咱重视的是啥物物件啦吼？伫生活中间，伫信仰的生活、日常的生活中间，我想嘛是拢安尼，咱爱甲迄个英语讲叫做 priority 吼，你会首要的物件是啥物货爱掠好调啦，吼爱掠好调。安尼时阵，咱的方向才袂去互走毋对去吼。咱必须爱会知影吼，所以耶稣基督讲，你着爱先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这一切拢要赏赐互你。这一切嘛拢足重要，嘛足需要，但是更较重要的是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吼。迄个先后的次序爱用好势安尼吼。法利赛人因使用圣经的话语，拢是用来批判人、论断别人，要求别人来听。吼，经学书嘛是安尼吼。所以伫这中间，咱到底我定下讲，听讲道、读圣经，拢是为着家己听，为着家己读啦吼。这嘛毋通为着别人听，为着别人读吼。这爱真受着提醒啦吼。好，过来就是讲爱敬神听人，爱用神益人啦吼。咱会通亲像伫即个今仔日经文所看见的，当耶稣甲因挑战的时阵，因会足惊，因较惊人啦，无惊上帝安尼啦吼。所以咱伫咱的教会经营的内面，咱嘛是安尼。到底咱是用上帝做主，还是用人做主？咱是较惊人，还是咱较敬畏上帝？我想这嘛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所甲咱提醒的啦吼。好，咱只有会通敬神，才会当真正会听人，这是新的改变这两个方向吼。爱真心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吼。安尼才会当去进一步做甲咱咧讲的这用神益人的部分啦吼。好，第二段开始对第9节到第19节这个是咧讲到主人甲殿户的代志啦吼。这段的经文其实是耶稣用的一个譬喻咧甲这证人咧讲这个譬喻就是天国甲基督耶稣这个中间的问题当然所咧强调是这殿户，这殿户就是所谓的选民啦吼。因呢无真正是顺探，还是讲谦卑来顺服迄个主人吼。而且拢用私心啦吼。这基本上是接续伫头前的经文佫开始伫讲啦吼。伫经文中间，耶稣用这个譬如讲，有一个人开垦一区的这个泡汤园吼，将这个泡汤园吼租互佃农。到后来伊就出外真久吼，出外真久收成的时阵，伊就找伊的仆人去佃农遐来收租嘛吼。咱讲收租。受册仆人是咧讲啥物货？受册仆人基本上咧讲两个角度啦吼。一个角度是咱知影伫旧约的先知啦吼，伫旧约先知，咱会记哩这个列撒罗死了后有欺负伊的财主嘛死吼。这个这个财主就叫亚伯拉罕叫列撒罗倒转去甲伊的兄弟劝勉啦，叫因毋通做歹啦吼。亚伯拉罕讲一句话讲安因含迄个先知的话，都拢袂听，啥物人去遐讲嘛无效，因早就有先知啦吼。所以这个是上帝的仆人受册去到伫这佃农的遐要来收租啦吼。但是呢，却受到受到歹款待啦吼。伊去甲伊拍啦吼，佫拢无交物件互伊这仆人啦吼，甲因伤害啦，等等遮的吼。了后，这个佃农看毋是说讲无我找我的家己的囝去，看会较好势无，因会较尊重，讲这是主人的囝咧吼。无拍算吼，无拍算。这个囝一来了后，因却互相来讨论讲，咱甲这个继承人吼刣死了吼，这农地就是
泡汤就变做咱的啊啦吼，嘿啊，伫这中间，咱会看伊讲无共款的福音书，伊记载无啥共款啦吼。啊，亲像这个马太福音有加一句话讲，因为安尼我甲恁讲，上帝国是要对恁遐来摕去，想事迄个有结果子的吼。啊，这是路加福音甲这个马可福音所无记载啦吼。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讲，咱咧看到讲这个厝骹甲厝主啊，也是讲田地的主人甲遮佃农的这个关系吼。伫遮伊创一块一区泡汤园，然后互遮的佃农去用，了后伊要去甲收租，契约到期，收租结果收无租，这个问题足大个安尼吼。收无租要安怎？当然，搁一届就去收租吼。咱即摆人会讲无就去法院甲告啊吼。但是迄个时代，也是讲耶稣的譬如的中间，伊无去讲到即个代志啦吼。就是讲，伊找仆人去，就是咱知影，亲像咱国家派大使出去外国吼，即个大使就等于是即个国家的王，还是总统，伊的代表人物啦吼。恁若知影讲，亲像咱台湾的代表处，比如讲阮伫即个洛杉矶遐吼，你入去到伫即个洛杉矶的这个所在，等于是等于伫台湾的土地，迄个土地就代表台湾啦吼。所以咱讲一个上帝所册的仆人先知，伊所代表毋是迄个人本身，是伊代表后壁吼即个上帝所册，所以因是代表上帝吼，法定的代理人啦吼，的代理人。所以伫迄个中间，咱会通知影讲，即个譬如就是讲，遮的佃农因无去看到即个人所代表后壁即个主人的权柄，甚至因阁想讲，家己的囝刣死，因就会当代替即个主人吼来继承遮的即个田地安尼吼，这是一个足大的误解啦吼。就好若敢若亲像路加福音15章咧讲到迄个农主的时阵，伊甲伊老爸讲我的，伊老爸都还未过身咧，伊甲伊老爸讲我的吼。如果一个厝主本身也好，也是找伊的即个厝的管理人去甲厝骹收租，结果钱无收着，佮去互拍甲受伤吼。这我想用安尼来，譬如的是咱着先真理解啦吼。即个代志毋是干那一摆尔吼，是2摆3摆，即个主人拢派人去吼，12再讲，拢总派甲第三个嘛，甲伊伤害，佮甲伊赶出来吼。要安怎？所以13节开始，主人就讲无我要找我所疼的囝去吼。大概安尼，因可能会尊重伊啦吼。所以就请法定继承人出面啦，法定继承人出面，真有可能就是已经是登记做继承人啊，伊会当名正言顺代表着伊的老爸去讨即个厝租，也是即个收即个泡汤的收成来做这租金伊即个主人是望讲，若安尼的时阵，遮人就会听伊的话啦吼。结果呢，14节，遮佃农看到即个人就讲吼，因就详细伫遐咧参详讲，这人是伊的继承人，咱来甲伊刣死吼，迄财产就变成做咱的吼。所以咱来看伊讲，出歹心啦吼，会出歹心吼，伫这个所在，因就甲即个伊刣死吼，甲迄出去外口吼，甲伊刣死安尼吼，即个当然，即个是咧仪表耶稣基督啦吼。所以若安尼时阵，咱会当对第15节的经文来去看的时阵，伊讲将伊迄出去泡汤外口，泡汤是啥物货？泡汤指着耶路撒冷的圣城。泡汤嘛指着以色列人的上帝的选民的族群内底，
但是因呢，甲伊拼出去外口，伫第二章来讲，耶稣受死毋是伫耶路撒冷城，是伫外面的各各他，伫这个城的外口。咱咧讲各各他顶悬有一个所在叫做死人骨头山，中文叫做古罗山，这是这个各各他这个意思，所以你也看这拢是专门咧甲人处死的，甲人处死的所在，无伫耶路撒冷内底啦，这是伫电影所看到的，好。第二个嘛，咧讲到指外邦人啦，咱倒转来看这张图，耶稣受钉死是因为罗马政权判伊死刑，判伊死刑，这个场景是咧，这个彼得倒咧问讲，你是要爱耶稣，还是要安那？另外迄个强盗啦，互因去选择安尼当然，咱知影当初时迄群人，因就选择互耶稣去上伫十字架顶悬啦，所以因是用政治罪来处死耶稣基督，来处死耶稣基督。咱会记咧，伫圣经记载耶稣受钉死的时阵，伊头壳顶有一块牌仔用3个语言写，写犹太人的王啦，所以咱就知影讲，这是一个政治的控诉，互耶稣去行去十字架这条路啦，所以耶稣的死是互外邦人，无伫迄个犹太族群内底，是借着外邦人。路加福音18章第32节咧讲的，伊将要交互外邦人，因要甲伊希人，这是对旧约先知书的这个有言来的，咱所知影，所以咱知影伫18章的这经文就讲真清楚因为约翰福音18章31节讲，恁家己带伊去啦，少年的就发甲伊审问伊，犹太人讲，阮无有害人的权柄，所以为什么爱交互外邦人？咱咧讲外邦人，就是因为犹太人本身无有害人的权柄。要安怎互一个人会得到死罪？若毋是强盗，就是叛国罪啦。所以因去控告耶稣的时阵讲啥？伊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这是政治犯政治死刑的上好的一个理由安尼所以咱咧看伊讲，犹太人因来忤逆着主人的这个仆人，嘛忤逆着主人的囝，甚至甲伊交互别人来互伊来得到死罪啦所以伫圣经咧讲，就是讲伊甲伊迄出葡萄园的外面，甲伊杀死安尼葡萄园的主人就会安怎来处理？伊会来招卖这的佃农，还是将葡萄园租互别人这是耶稣伫这所在咧问的。所以因伫听到这个话的时阵，就讲千万毋通有即款代志因就着惊啦因就着惊。所以遮咱来看讲，耶稣用这个譬如，搁一摆来预表伊要受苦伊受安怎来受到排斥，甚至有人用这个私心来甲伊陷害死安尼所以咱倒转来思考上，真正是爱有这个诚实的心啦咱讲租约租约就是甲这个厝主也好，这个田园的主人来约定好势照着这个法律也好，还是讲这个约定，咱一定爱来照实来执行啦我会记得阮爸爸迄阵定甲我讲日本人基本上免写契约的讲的就爱准算因拢拢做会到安尼但是咱会看伊讲，咱的社会愈来愈沉沦啦甚至甲人签好的合约就拢会过一暝安尼扣就讲无承认安尼即马愈来愈侪即种的情形誓约是非常重要的。有当时你嘛无需要去签有当时要讲是一个纸
当然伫法律上有伊的法律的地位，有伊的价值，但是更较重要是人爱遵守即个约定的心啦吼，嘿来安尼咱才会当成做一个真好的一个人吼，所以咱伫基督的团体内底一定要真重视誓约啦吼，咱非常重视，比如讲牧师的就任啦，咱过来即礼拜长老的设立按立就任执事的就任，各团契即个会长的就任，咱拢伫迄个中间拢有誓约吼，咱基督的团体真重视誓约啦吼，对体制来讲，咱是安尼吼，对人甲人中间，对人甲上帝中间嘛是安尼吼。咱若伫即个约定的中间，耶稣甲伊学生伫约翰福音讲，我去要为着恁避难所在，过来我就要倒转来带恁去吼。即个就是利用即个犹太人的婚约伫讲的一个天国的概念啦吼。所以即个约对基督徒非常重要，咱的圣经有旧约有新约吼，所以咱照约定来做是基督徒一个足基本的一个本质来定啦吼，爱接待上帝的仆人，袂当去欺压，也是拒绝，也是对歹款待上帝的仆人啦吼。较看来讲，上帝的仆人包括着牧者以外，甲教会的干事、长老、执事、团契干部。今仔日经文所要传达的嘛是安尼，是先知啦吼，代表着上帝本身，代表着即个主人吼，代表着体制，所以咱爱好好相款待吼，教会中间才会同工啦吼。所以上帝的仆人基本上是代表上帝吼，无好好款待上帝仆人，这上帝无欢喜。但是佫一项就是讲，有人讲若上帝仆人做了无好要安怎？除了咱有制度以外，是上帝甲伊本身会有真严厉的即个处理啦吼。我想这是咱爱有约定有法的照安尼做。若无的部分，伫信仰的部分，就是上帝甲伊个人的关系啦吼。过来就是这人民的力量啦吼。若一群人的心来向上帝的时阵，迄当政者就会惊吓啦吼。伫信仰的中间，咱需要手牵手、心连心啦吼，做伙来行这个天路。像咱即摆咧面对的建堂的共款吼，拢有困难，但是咱如果伫即个时阵佫较无想要担心，迄个困难会佫较大吼。咱必须要就是讲来决志伫上帝面头前吼，做伙来牵手，做伙行吼，听即个咱所徛起的所在，听咱的教会吼，听人听上帝吼。后来第三段就是20节到26节前摆咱有小可讲着吼，就是咧讲着钱银的问题啦吼，纳税吼，到底这个钱是要纳互什么人？钱要纳互什么人？这个犹太人就是法利赛人，因就是咧找机会，找无机会就拢安尼来相空相芳安尼吼。前摆咱有讲着讲，罗马人有罗马人的钱，犹太人有犹太人的钱。咱讲着耶稣咧清起圣殿这个代志的时阵，是安怎会有这个问题出来？就是因为因需要换钱，犹太人无用罗马的钱来奉献，所以因伫圣殿的外口，就设一个换钱的这个柜台伫迄个所在，但是因无照实咧换钱，无照行情，伫遐可能共换较贵吼，所以这是耶稣为虾米真无欢喜伫迄个所在甲因请倒、甲因赶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因就派一个人吼，假做真老实啦吼，就想要用话来掠
耶稣讲话会芳啦吼。伊就21节就讲，老师，阮知影你所教示的拢真对啦吼，无偏心，有忠实教示上帝的道理吼。这个先甲补一下啦吼。互想讲安尼，耶稣就会失去迄个警觉的心啦吼。就佮继续讲，阮纳税互罗马皇帝有下律法无吼？伫这个所在的律法是咧犹太人的律法吼。纳税是罗马的法律规定的，这两个是无共款的物件吼。所以伊用过即种伫政治上应该爱的责任来挑战耶稣对宗教的这个教示啦吼。所以耶稣就看出讲因的规格就对因讲啦吼，讲摕一个银仔来互我看啦吼。恁有看到甚物款的人像吼？像这啦吼，像这是咱的钱啦吼，这是咱的钱。对因来讲，因真耶稣就甲伊讲，你来甲我讲，到底这是甚物人的像伫顶悬啦吼。好。倒转来的背景就是法利赛人、经学士甲长老足想要来陷害耶稣，就亲像拄开始咱咧讲迄个电龙的问题共款，因想办法讲会通讲安尼一个接一个拢想办法要甲耶稣来陷害安尼吼。所以伊就安尼来挑战伊，耶稣共款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就来问讲：恁看即个钱顶悬这个像是甚物人的？伫25节的中间吼，因就讲吼，讲这是吼该撒的像啦吼，该撒的像吼。好，因想办法就是要安尼吼，来总督安尼吼，来用总督来陷害耶稣，要互耶稣去钉伫迄个十字架来死啦吼。好，纳税互该撒。如果耶稣讲纳税互该撒是对的。因就安怎讲？你就是甲遐扣税共款，拢是罪人，莫怪你会甲因做伙食饭，安尼啦吼。如果耶稣讲吼，纳互该撒吼毋对，伊就讲安那，因就会讲吼，你就是吼，这个违反着这个宗教你若讲互该撒毋对，就讲你得罪着这个该撒皇帝啦吼，你鼓励人莫纳税互伊，所以这是两面拢毋对的问题，所以因等这个问题，互耶稣看伊会来中计无安尼吼。但是耶稣就来甲因问啦吼，恁看讲这个钱顶悬是甚物款的钱啦吼？了后耶稣就讲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物就归互上帝吼。这是今仔日的25节。伫马可福音12章17节嘛安尼写的啦吼。好，咱来看吼，伫迄个时代古早的钱就是安尼，伫该撒的像伫顶悬，这是因的国家的象征吼，一个鹰角吼，一个鹰角。这是犹太人的钱，你要看这是写希伯来文吼，或者是希伯来文，所以犹太人是用即种钱咧奉献，因无爱用即种钱奉献。所以因伫圣殿的门口会换钱，然后换做这个钱，因家己的钱，才奉献予上帝，奉献予上帝。好，耶稣讲到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伊两边拢对。犹太人问迄个问题，想要爱伊两边拢毋对，但是耶稣两边拢对，因为这嘛是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的一个责任啦吼。咱现在人嘛是安尼啦，咱需要伫这个政治顶悬，咱来交税互政府，咱伫教会内底，咱嘛有咧奉献，咱嘛有咧奉献。这个一个部分是伫信仰顶悬，一个部分是伫国家国民的责任，这无法度代替掉，这无法度代替掉，所以伫这中间，咱要爱思考是。咱爱做一个正直的人啦吼，毋通安尼心内安尼歪错要共陷害啦吼。像今仔日这段经文看20节开始，迄个人伊21节啦吼，伊就先安尼真
敢若真学了耶稣的教示安尼吼，你讲的拢真对啦吼，然后就讲话就要共陷害吼，要互耶稣去讲毋对话安尼吼，所以咱爱心正直。咱所做的，咱所讲的，就会正直啦。马太福音5章37节，耶稣所讲的，恁的话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吼。若是假讲就出伫迄个歹的咱知影先知代表上帝伊袂当假讲，嘛袂当减讲吼。那这假也是减的，拢出伫迄个歹的吼，伊归伫撒旦安尼吼，所以。莫去讲安尼，唯心论啦吼，你著毋是真正遮尔学了伊，著学了甲安尼吼，结果是心内是存心要害人安尼吼。咱爱用智慧来办代志啦吼。法利赛人经学士、犹太长老也是祭司，因用因的头壳。头脑要来陷害耶稣基督啦吼，但是却无有上帝智慧伫遐好好来做代志来帮助人啦吼，所以会去互耶稣看破骹手吼，就被拒绝安尼吼。咱知影遮的自称是义人，遮犹太领袖因就互上帝来拒绝吼。路加福音咱18章所读过吼，伊讲我甲恁讲，这人长期比迄个人。算有义啊！既然自高的要降落来做卑微，自卑的要高升吼，要高升伊吼。所以咱爱学习来追求上帝智慧来办代志互咱所讲的、所想的，拢会当下伫上帝的旨意吼。用咱的应该是讲，用咱的生活来表达咱是敬拜上帝。所以圣经甲咱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咱用咱的性命，无论讲话、行答，拢是来敬拜上帝，亲像迄个贾宏文牧师甲咱提醒讲，人甲你问讲耶稣伫倒，咱才会足有自信讲伫遮。我所行所做就代表耶稣基督，代表上帝，爱有即种的把握啦吼。好。留地步啦吼，咱爱甲人留地步啦，莫一直共逼甲安尼无路安尼吼。但是咱袂当甲歹留地步，圣经搁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吼，不要给撒旦留地步啦吼，莫甲互歹来留地步吼。这是伫即个咱咧讲伫圣经甲咱提醒，以弗所书4章27节所讲的，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啦吼。这是两个角度的思考吼。伊有所书第4章29节啦，讲垃圾的言语一句拢袂当出啦吼。爱拢讲造就人的好话吼，互听着的人得到利益吼。好，可能咱今仔日嘛，敢若会当讲到遮来吼，佫剩的佫有3段吼，咱后礼拜再佫来讲啦吼。好，来。有啥物要分享还是要讲的无？有无？有问题要问无？还是有要分享的无？我佮补充者啦吼，有诶教派会用耶稣讲迄句话，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上帝。因诶讲法是安尼，讲教会内底拢袂当讲政治啦，基督徒袂当插政治啦。但是吼，讲即个论点诶人，因诶教会嘛足侪人是迄个政治人物诶吼。基本上这段话用安尼解说是毋对的吼。耶稣是讲，一个基督徒伫一个国家的政治内底，伫政治的责任爱负责，伫信仰团体内底的责任，咱嘛爱负责，两个拢爱做吼。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吼。这两个拢一起要做的吼，就是讲。咱无法度离开政治，咱嘛袂当离开信仰吼。
是安怎咧讲？伫前几年，中国一直咧催逼所有诶宗教来咧迫害，毋是干那基督教尔，甚至咱讲敦煌遐个石像嘛足侪去互迫害掉。伊为着无爱互人看到遐个象征，伊就甲拍掉。咱知影共产党本身就是无新主义嘛，嘿，所以咱的信仰追求，也是讲宗教团体甲政治有关系无？绝对有关系啦，绝对有关系。我伫洛杉矶的时阵，有一个姊妹，伊是中国的留学生，伊伫北加州 UC Davis 读册，伊拄去到北加州的时阵，有一个白人的太太是台湾人，甲关心了后，伊就来信主。伊毕业了后，倒来到洛杉矶，伊就家己来找教会，而且佫找长老教会。伊拄好伫教会内底就足热心参与啦，伊对台湾人足有好感，因为伊拄接触信仰的时阵，是一个台湾姊妹甲引带甲关心。但是伊足热心，甲伊的老爸是大学的美术教授甲伊的老爸母传福音足毋茫因说咧，甲有一天开始，习近平开始咧听迄个礼拜堂的十字架的时阵伊当惊着，甲因老爸讲妈你慢请，你以后再搁讲咧，毋敢所以我要讲是讲，迄个信仰嘛受到宗教的影响搁倒边来讲，最近若是一寡人咧甲我咧讲着即个过去的政治伫戒严的时代，在戒严的时代，你凊彩有人组织做伙，伊就甲你讲你是叛乱者，当初是伫教会有真济时阵拢徛伫街头，为着公义，为着自由，为着弱势者来行街头咧，甲啥物人讲伊，甲政治迄个无公义的政治咧论争啦所以咱所要追求的，毋是一个政权的转变，也是讲政党的利益。咱所要追求的是行伫迄个信仰内底去追求迄个公义。所以耶稣就讲真清楚伫迄个该撒的归互该撒，这是咱的责任。上帝归互上帝对基督徒来讲，归互上帝较大过归互该撒。一般的人就是归互该撒啦。这是无共款的所以伫咱的基督徒来讲，这两个物件你拢无法度去取舍的安怎讲呢？搁另外一个教派，伊拢甲伊的青年讲圣经甲你教示袂当流人的血，所以因的青年拢去互判刀兵，因的青年拢无爱做兵，去互判刀兵足可怜这个青年因为我嘛捌顾过这个军中的迄个犯者犯人啦因有的人就是安尼为着要坚持因的宗教领袖甲因教的讲，你绝对袂当去做兵去互关7冬，褫夺公权，出来了后，一个人的性命就已经了足侪时间伫遐迄嘛是错误的教导啦所以你袂当偏颇伫倒一边啦你行伫迄个信仰的即个正确的道路角度去想啦好，有无？最近就是新闻嘛咧报嘛，就是迄个输血有无？囡仔伊就是嘛是宗教，嘛是迄个应该是属于耶和华见证人对，耶和华见证人会输血嘛，不能输血的时阵，囡仔就怎坑互死最近这发生的新闻对，这就是错误的信仰错误的教导，都影响到人的活命因果真的要坚持只要输血他就好了，他就不输血就让他死掉。这实在是讲起来，连上帝讲袂当杀死人，这个诫命都无法度遵守，要搁遵守啥物物件？因用因错误教导咧杀死囡仔，敢毋是安尼？是，对所以这对咱来讲是足重要的提醒啦。
特别是最近要选举啦，我想咱着爱真正好好思考啦吼。什么是上帝伫台湾的旨意？咱要行倒一条路去？我想这真清楚吼。对。好，来，咱做伙来祈祷来结束。主比太太，我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今仔日用安尼自执透过圣经互阮知主耶稣你的权柄是对上帝所赏赐互你的阮诚做你所竞选的仆人亲像阮是你的电龙共款，阮着爱徛伫约定顶悬来忠实来对你来行尽忠做你所交代伫阮手中的代志。也恳求主你互阮学习会通伫阮的无论伫生活顶悬照着政府的规定来接受，也伫信仰的顶悬，伫教会内底会通愿意来奉献阮家己，奉献阮对你遐所领受所有的恩典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伫正确的信仰的态度来过一个有见证的生活。阮敢大声，敢真有把握共讲，耶稣基督就伫我的心上来展现。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免，多谢牧师。嘿，好。